说落去呢，咱这边安排邀请的呢是同款叫秋兰，但是她叫来自新北市的咱的吴秋兰小姐，给咱带来歌曲《陪阮到老》，来听歌拍婆，掌声鼓励。你好，晚安。大家好，虎哥家族大家好，天良家族大家好，全国观众大家好，现场来宾大家好，导播好，摄影师好。在你身边，一杯滚水也甘甜，深深的感情变成人生片，一字一句亲像满天星。人生路途变化无常。
谢。鼓励鼓励，来，咱呢秋兰姐，她拄啊，迄个是枯兰呐，枯兰，伊叫枯兰，啊，你毋是你是秋兰呐，无共款呐。我想今日，对啊，今日这个做名摆了，真正差一点啊，互我都动作唔对。他说我咧叫秋兰起因的是你动作是咧叫你对吧？我嘛是叫是我。结果两个真有缘，搁摆工场哦。哎呀，真的不错不错啊！今天来这边唱，你安已经唱第几届啊？应该是第9次吧。第9次了哈，都有记录下来，对不对？有。没败，而且歌唱得相当好。有缘那个黑美人姐姐她接来的。哦，谢谢黑美人。哎呀，后来啊，甲咱所有好朋友问候一下啊。哎，大家好。是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是，赶快拍手的，让他们得大奖啊！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谢谢秋兰姐，有空常来。好，谢谢献花的好朋友，请回座，谢谢。